接着，教授让他们把心中不好的情绪和不幸都写在一张纸上，放在一个盒子里，同时在心中想象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印照在镜子上，念咒语将眼睛关入指尖净化然后将黑布倒于土里，那么我们在这片土中的跳舞，这个是所有味道。时代教授曾经因研究巴西宗教文化获得过国际大奖，一起跟跳舞拍手。根据根据巴西宗教仪式，阿公妈一直最早指的是种来自非洲的打击乐器，可想而知，阿公妈的仪式通常伴随着音乐跟舞蹈。随后，教授将镜子my god！打贏咗啊！係啫，都唔使咁。贏咗係。係啊，我恭喜你。恭喜你，但係唔使咁大聲啊！而家深夜啦，知唔知啊？道教的咒語，據說是出現守護靈。